代表咱台湾去参加 APEC 会议的林信义，即马是已经去到基办国秘鲁。伫咧环境暗会，林信义是代表总统赖清德来表达台湾会运用半导体甲 AI 的优势，加强咱伫全球供应链的地位，要互世界认捌台湾。另外，针对着大会结合媒体采访会当中，甲咱称呼做中华台北的争议，经过咱去反映，大会是表示讲因啥毋对去，已经改正。 加出专机笑咧会手，咱国 APEC 的领袖代表林信义甲查某囝李文轩到秘鲁利马，由秘鲁外交部经济推广总署长接机，佮甲其他经济体同款有前途车队开道，还有直升机，伫代表团大的饭店4颗威势热烈欢迎。 接受侨胞囡仔的献花，林信义也一一向我30岁在场的来侨致意，也毋过有在地台商表示，烦恼伫中国因素之下，台湾会有无公平的待遇。因为中国的关系呢，会有一点不公平的待遇啊，可是还是尽量希望我们领袖代表去争取啊，因为台湾现在因为晶片是全世界最强的，到昨天我看当地媒体的还是台湾，今天就改口了，今天讲 China 的台北。 又不一样了，所以应该是媒体有被打压。伫大会寄送予媒体的采访会中，是将咱国写作西语的 China 台北，都惊有无清楚的记录。秘鲁驻处表达观察了后，回访表示是写毋对，已经更正。借此代表戴总统向各位报告：面临变化快速的国际局势，台湾积极善用经济的优势以及价值外交，成功的争取国际的支持。 让世界更认识台湾，更成为驱动全球科技产业发展以及创新的关键力量。欢迎官员林信义代表赖清德总统传达，台湾善用半导体甲 AI 优势强化，伫全球供应链是袂当无的地位，也继续拍开国际舞台。林信义抵达秘鲁，代表 APEC 年会重头戏即将展开，要把握机会跟各国领袖代表互动，进行双边会谈，展现台湾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。以上是公视记者叶佩瑄、张敏如在秘鲁利马的采访报道。